台湾米其林指南早起公布，军品酒店的员工连续6档受到3星的肯定。今年更有新加坡料理的餐厅 JL Studio， 还有台湾料理的餐厅泰瑞，这2间餐厅嘛摕到3粒星哦。高雄嘛出现头一间2星的餐厅，嘛有7间餐厅是头一届摕到1粒星。咱做回来了解。2023台湾米其林指南早起正式公布得奖名单。今年1星餐厅当中，包含高富牛排、甲盐之华、甲The New 等法式餐厅拢有名。交通部指出，希望透过这个过程带动观光情调。23年的发布以后，能够带给更多的国际上的一个饕客，让他们想到这个享用美食的时候，都能够来到台湾，让我们大家共同为台湾的观光而努力。米其林指南除了表彰食物的料理风味，在2021年新增了表彰环保及使用当地食材的米其林绿星。这个奖项是要鼓励或者说激励台湾的餐饮业者，在提供消费者美味佳肴的同时，更关注我们所在的环境，减少在餐饮制作中对环境所产生的负担。除了透过米其林指南的发布，和爱食美食的人用正做找找指标以外，也希望餐饮业者在制作餐饮的过程当中，配合环保等永续精神，避免食材浪费。不过，今麦国内疫情解封，也带动餐饮业的营业额对立翻倍成长。根据经济部统计处进前发布的国内7月餐饮业营收有891亿，以年增率来看是17.6%，写历史同期新冠纪录。虽然疫情还是存在但是大家已经比较不受这方面的影响，出门消费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去年好的非常的多。专家分析，因为疫情解封了后，加上去年基期较低，餐饮业营业额才明显成长，也有其hiệu stra是旅遊大季，外市的需求也真大，餐饮业营業額有希望會佫成長。記者綜合報道。